现代台语版圣经以斯拉记第6章。大流士王就降旨去巴比伦的府库调阅皇家记录，伫米利亚省阿玛他城的宫内找到一根古卷，内面安尼记载：塞鲁士王元年，王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降旨，着重建这间殿做献祭的所在。迄坚固的地基，殿悬27公尺，宽嘛27公尺，用大石3层，木材1层，经费由王家支付。以前，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唱起，迄伫巴比伦遐个金银的器具，就带转去耶路撒冷，照原位迄伫上帝的圣殿。对安尼，大流士王下令，何西省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何西省的官员，恁毋通干涉因，毋通阻挡上帝圣殿的工程，着互犹太省长甲长老继续伫原位重建上帝的圣殿。我命令恁着帮赞犹太的长老重建上帝的圣殿。对王的府库，何西省的税收中拨充足的经费，互遐个人，才免工事停止。因向天顶的上帝献烧化祭所需要的牛犅仔、绵羊犅、羊羔以及小麦、盐、酒、油，拢着照耶路撒冷的祭司所讲的，逐日供给互因，毋通失误。通互因献芳芳的祭物，互天顶的上帝，搁为着王甲王的囝儿孙，当贺寿祈祷。我搁降旨，若有人改变这个命令，就要对伊的厝拆一支梁，将伊钉伫迄顶面，挂起来，互伊的厝为着安尼变做粪扫堆。若有君王甲人民改变这个命令，毁坏这间上帝的圣殿，愿竞选耶路撒冷，互人来敬拜伊的迄位上帝，消灭因。我大流士出这个命令，着确实遵守。对安尼，何西省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，就确实遵行大流士王的命令。犹太的长老因为先知哈该甲益多的孙撒加利亚所传达上帝话，就着手重建，工程进行顺利。因遵坦以色列上帝的命令，甲波斯皇帝塞鲁士、大流士甲阿达四世的命令，完成重建。大流士王继位第6年，阿达月初3，这间圣殿完工。以色列人、祭司甲利未人，以及其他流亡倒来的人，拢欢欢喜喜举行奉献上帝圣殿的庆典。为着奉献上帝的圣殿，因献牛犅100只，绵羊犅200只，羊羔400只。因搁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，献山羊犅12只，做以色列众人的赎罪祭。因照摩西的册的记载，派祭司照因的族别，利未人照因的班厝，伫耶路撒冷服侍上帝。正月14，流亡倒来的人守搬过节。
祭司甲利未人拢洁净家己，逐个人伫礼仪上拢清气，就为着流亡倒来的人，甲因的亲族种祭司，嘛为着家己刣搬过节的羊羔。流亡倒来的以色列人，以及流亡异教归我以色列人，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遐个人，拢食搬过节的羊羔。因欢欢喜喜守度假节7日，因遮尔欢喜，是因为上主互亚述王的心对因友善，支持因重建以色列上帝的圣殿。